来关心伫英国的北爱尔兰，有一个查某人，伊用 AI 技术伫网络顶拐未成年的查某囡仔，翕一寡闹型闹架的影片，而且这受害者有超过3500个人，范围有甲30个国家，甚至佫害一个美国的查某囡仔不幸过往。因老爸因为伤过悲痛，想袂开，嘛全呢缀伊去。因若这个歹徒25的时阵去互判无期徒刑。现代人爱用社交软体甲人互动、分享内容或者是交朋友。不过，伫英国北爱尔兰有一个26岁嫌犯，主科系学生麦卡尼，利用 AI 技术一定换身份，伫社群平台拐受害者，互因就是因当咧甲共演的查某囡仔开讲，所来煽动受害者传送闹型闹架的影像或者是录像影片，所来嫌犯佫甲这内容透过网络甲其他人分享，甚至摕来甲这未成年的受害者威胁。根据了解，受害者有甲3500个人，包括英国、美国、爱尔兰甲澳洲等等30个国家。25麦卡尼去互判无期徒刑，而且伫2039年进前拢袂当申请假释。根据北爱尔兰贝尼法属地刑事法院审理的内容，上细汉的受害者敢若3岁，还有一个12岁受害者，伊伫2018年甲麦卡尼网络连线的时阵，用因老爸枪结束家己的性命。这个查某囡仔因老爸伫这个事件了后，嘛因为伤过伤心，转行底路。北爱尔兰警方相信讲，实际上的受害者比目前所知影的还佫较侪。Courtney's actions have directly caused the death of a child. He may as well have pulled the trigger himself. It is right today he became the first in the UK to be sentenced for manslaughter when the victim resided in a foreign jurisdiction. 伫美国17岁海林凯曼，伫迪士尼的频道有家己的节目。不过，煞是去有心人士，甲伊12岁传起的 IG 的相片，甲其他囡仔演员的面，用 AI 合成的技术放伫肉片内底，互伊受到真大的影响。因为这个犯罪人伫今年5月，去法院判14年以上的徒刑。This is not only affecting children in the public eye, but also normal kids simply existing. 美国非政府组织表示，去年收到3600万件儿童性剥削的案件内底，有4700例甲 AI 有关系。不过，应该还佫有较侪无法发现的儿童性剥削的案件。另外，美国司法部保证讲，会增加 AI 技术防滥用的困难度，包括 Google、OpenAI、Stability AI 等等科技的公司，嘛同意甲儿少保护组织合作，打击非法的传播。公司新闻，新闻回编译。